来，欢迎派派到我们家里来。欢迎来，耶，谢谢。不用客气啊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你想吃什么，就这些。尝尝。这甲鱼，对，吃吃看，看看是不是手艺怎么样？评价一下吧，美食博主。我觉得最高评价就是比饭店好吃。也就是家常菜支持嘛。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。我记得我上次和我爸妈吃饭，还是在上次。没有。来这一次，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吃饭。我之前在上海，我自己都没有出去吃过饭。你每天吃的外卖啊，最好嘛自己烧饭了。对吧？不是你外面吃什么对身体不好，这些垃圾食品还是尽量少吃。再怎么样，饭要一天3餐要吃的。你要去体检的话，我估计你都要变成亚健康了。就是，我觉得，可能在你理解当中，比如说我吃一颗水煮青菜，你认为这不是吃饭，但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早饭了。就你当时是为什么想着做厨师呢？我没当厨师，只是自学成才。哦，自学的厨师嘛。对呀。然后就是学了厨师就去开饭店了嘛。第一次开饭店嘛，也就有这种想法去开。开嘛，实在太累。后来嘛，田宝宝不是做那个直播，我感觉太辛苦了嘛。那我特意的在我家边上以前的老房子边上嘛，去开了一个饭店。你不要这样子说，不要说什么故意为了我。是就故意为了你的，你问你妈妈。他是这样想的，爷爷奶奶岁数大了，他说你妈就在家的呀，这嘛没上任又没下任的。去开饭店是为了我这件事情，我也是第一次听。可能他开饭店，我只是觉得他自己的想法吧，因为他特别喜欢爱做菜啊什么的。开饭店它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，要花的精力也很多。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可以和我商量的，当时。饭吃一点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吃饱了。吃饱了啊，吃饱了。参观一下你的房间。